湾里有一处8年那个上炮烟，有一只个特别的名诶，动力家风，是个首间火罗屯客家风格甲乡下嘅建筑。本单已经上草大弄诶，也一下年来，许多电视剧嘅制作单位，如想到一个上炮烟，佢有故意佢将如多也只嘅抛弃，而今日也发展出的相关产业，又好食还又好喝呀。许多乡亲还不是睇戏地杯做一只角色，变做临时演员。这群动力家风的经营者，还准备的戏文同抛弃的商户，本厂房的民众来体验抛弃的乐趣，各种变做一撮个脑壳的样式。陈居民、陈清伟带俺们去看那声。为了管理整不偏的运行力，要按照总结，一个当普通的状态，万乃仲喺天桥以外，还可以有当多的老火房。因为难要当皮，刚开当里皮，做皮还喺当创业的工厂。到外面去谋生，看到你中国来就对了，哦，啊，你到中国来，不敢动你一个汗毛啊，人很多啊，哦，啊，成功也有钱，也有学问，也有能力。同一门落以後，總結無條擺嘅講見。老福前生是要老人家種菜以外，有一個做技人落落確確。不過有嘅老貨房，實係鬧熱整整。龍眼樹，啊，你看這個龍柏、松柏這個啊，這種上百年的，今年因家孫仔回來吼，伊回來陪望迄陣，阮這凊彩一張一塊都比恁較濟歲啦。一個老貨房有個特別嘅名啊，按照動力家風。聽講啲前滅起嘅時節，為了紀念銀響來安名嘅。你一下竟然有132年的历史。啊，我们这个东里家风就是什么呢？他就说是祖先从大陆来，他是住在很乡下那个地方，那个小地方有一个姓什么呢？那个地方有一个名字叫做东里，小地方一个东里，结果就是说。听祖先说，他住在那个小地方，都是东里。我们这个给他建房子起来，给他说东里家风，来源就是这样。金宝园的风砖表面，披着石乱结的上角，表面后画点的图画太细，就像係畫用點嘢。本一個樸實的老貨房，看來當高雅。動力家風反映咗灣里地區嘅族群特色，還可喺台灣以少看到嘅。好老客家路空下嘅建築形式。啊，阮原地伫遮有那客人哦，哦，阮算讲，阮爸爸因迄代带是好老啦，爸爸生落来的囝，拢带客人啦。但是客人你只要讲好老，人讲好老才会晓客人你来话语袂通啊，无法度甲恁讲起。伊的特色你看看吼，照讲是一半闽南，啊一半客家啦。哦，因为湾里地区的80%拢差不多河洛人，啊有20%吼是住在这个山内底吼，算客家人。较歪咧，火焰山吼，哦他们这个南势里，湾里这南势，迄个部分拢客家人较多。搭啲砖呢，各条客店呢代表舒服嘅壁鋪嘅，幅度八卦型嘅梯磚，亦係充滿順合，上頂嘅熱色瓷磚。老順合家做嘅房屋，都顯示到屋主嘅財力，老嘅家族有幾錢呢？這看無啥嘛，對無？但是這是因早當時嘅流離，嘛會使講是有，所以因這清朝時就好嘅人，因產能800幾家呢，含算千幾家。安泰嘅家族逐漸分散到各地，亦係看依來當典雅嘅老貨房。10年前，實係上草大弄無人治理，呢度屋嘅亦係幫嚟幫邊。阮住伫遮的是阮3兄弟姐妹，都有申請移民到国外，到美國去。啊，我們3兄弟都到美國去，這個地方就沒有人住啦。啊，沒有人發臭啊！你要進來不門打開，沒有辦法進去的，全部都是木，都是那個草。啊，沒有整理。哇，这个房子怎么那么漂亮？但是已经早年失修。啊，无厝顶的啦，啊，树啊，哩哩啦啦。我们说啊，这么漂亮，为什么他们不整理？哦，啊，他说，人家好野人，已经30年没有住人了。
关注你动力家风的点签，4年前01年老창活票嘅动力家风，上海首长来做休闲系列素材。不过无结叫预算4千嘅罗火房，实还係蛮艰苦。开始维修的时候，困难就来了，非常的困难。那个时候怎么维修钱都不够用。我带了200万，我们罗先生也带了200万，我们很快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把200万都花光了。姑所加掉成立嘅沙期协会，申請嘅挪威企業當年創業方案嚟補助，因為人力高效，中文那一年人家冇嘅建築亦係假設來佔羅火房。没有钱哦，到处捡砖块。你们所看到的椅子，所看到任何的东西，我们都是捡回来的。我们就开始跟人家要东西，然后用多元方案的人找水泥工、找木工、找厨房厨师，然后我们就借给这个拍戏公司来拍戏。羅火房整理高效，本電視劇組嘅人看到嘅，陸陸續續有各間嘅電視台嚟加長期拍戲。像喺客家電視最近一出當數到人我挪嘅單元劇《進木卡》，呢度重建就係啲動力家風完成嘅。你放心，我們一定會全力把追思典禮辦好的，一切都交給我們。阿爸。爸，你在干嘛？哦，要守護我爸爸呀。我爸爸不需要這些啊。慢人講嘅喏。為了本拍戲做得順利進行，規則動力家風，無論係談合、橫鑊，甚至係後山嘅種納、順巷嘅風水，都加本劇組，一本一撮百年嘅老鑊，變做一下台灣最有名嘅羅火房之一。聽說什麼強盜戲都在那邊拍哦？對，在後山那邊跑來跑去。啊，你有沒有被抓到跟着去跑？沒有去跟他們去跑，還有那旁邊那個王二波，他們都去那邊拍。哎呀，就是有鬼的戲。對對，他們大部分第一劇場那邊拍的戲，大部分都是有鬼的戲，所以他們都是有的都去王二波那邊拍。為了營業呢度電視劇天天拍。動力家風一開始提供劇組人員相關設立系列服務。因為整理以後，那有一些劇組他想要拍一些鄉土劇，鄉土劇，那所以有劇組人員來這邊。當時在這邊住宿，當然他們這邊住宿的話，就是說拍完戲以後在這邊住宿。那住宿之外呢，他們也要吃啊，所以我們就簡單的做一些菜啊什麼的，讓他們能夠在這邊能夠也。在拍戲的那個中餐、晚餐、早餐的一個供應。要面食，當然也要談到小食來嘅樣面。故所動力家風一開始做起民宿嘅成立，本客家當然來一片黑，來一片體驗。因為我們這邊的話，主要就是古厝。那一般現代人呢，他很少住到這種我們講土埆厝。頭家厝那冬暖夏涼，那再加上這些有一些劇組人員、主角啊、女主角啊，他們住過的地方對他們很大的吸引力。有服務就需要人數，沙基都嘅中國獵無條路嘅人就做係天數，富區內居民一開始賣菜地出產嘅東西。他一開始就是有給人家拍戲呀、拍戲就是欠那個煮飯的啦，沒有人煮飯嘛，他就叫我來這幫忙啊。那一做就做6年了，剛好拍戲來這邊提供我們什麼吃的、住的，很便宜。那但是給我們裡面的歐巴桑，還有一些幫忙的阿公啊，都有一些薪水啊。很好啊，又可以照顧社區的人，又可以讓外地的人來參觀。除咗基本嘅食樓帶以外，當戲劇唔拉人嘅時節，協會嘅成員甚至沙期居民。也隨時為了準作臨時演員，故所以當然還當接對電視劇地度出現。我角色是演很多，也做那個媒人婆，還有路人甲，什麼都做過了。媒人婆做很多次了。路人甲嗰度，真多。
上海我一般般，我他们有台词的也有啦，一般般。有冇睇有印象較深嘅角色？我伊叫做鬼嘅啦。做清兵的算讲吼，夜市啦，前啊去山顶吼拍蜡啦，成啊规大阵安尼系。这演员吼，这演员临时演临演就对啦，临时演员咯，拢一般依咱阮圈里吼较大多数。因为演坑咱就是人讲一句话嘛，就是讲就地取材以外，就是讲爱回馈，吼回馈咱家己演坑里的人。那一般拢演坑里较侪啦，这个临演啊，临时演员拢这人较侪。这站叫啥？知影有奖品来。不過電視劇唔係幾年頭貼，當日做威脅，對製作也唔係當接要。故所協會工作人員見面開樣嘅上日來動力加風了，來維持人員嘅業績，勞務嘅維護經費。故所來動力加風組協變做最大嘅痴迷。因為就沒有錢呐、沒有錢，我們想說，你要觀光客來，要跟人家收錢，你要什麼東西給人家？沒有半樣啊，不然我們就想啊，因為我們有戲服啊，我們來想一個爆笑劇，然後給遊客來穿衣服，來演戲。你要開始咧彩排啊，50人講一句話啦，講耽誤1點半，講破咧。對啊，你有咩嚟想啊？滾因為工作人員，但是都要固定做臨時演員，對拍戲嘅流程當熟絡，就算冇當好嘅業業嘅器材，不過一台攝像機。簡單的剪接10片，做成留念的 DVD， 就算本參加嘅人客聽到耐唔得。但是向情報消去，5、4、3、2、1，看吧，我1啦。我覺得很好玩呢，因為這個不是擺那個舞台就不害怕，就很生活化，覺得很有意思，很好笑，又很好玩。我看大家攏笑甲安尼老闆。對。你家己歌其實敢會緊張？好像你把它當作玩的就不會啊，只是口白不大會就對了。人客未來到現場，天天在上場來做戲，當然困難。故所動力加風嘅工作人員，再用當好嘅器材，來行下睇嘅肢體動作，本家就行下夾嘅融入現場嘅環境，安心地來做戲。所以我咧演的時候，我版本嘛2、3個，但有人和你講較避暑。然後看心理上好像感覺，我都心放不下。這個演的時候，當然對因的迄個發揮的時候，我都有跟你報告，就是講演這款戲就是愛足誇大的，足自然的。講唔對嘛，無要緊，因為係演技的嘛。安樣嘅鄉土劇，唔但將本大部分的人客對一片留下當深刻的印象，更加發展出無同樣嘅規律旅行方式。我覺得好像除了上車。下車，然後到頂點走走，這一次是我人生第一次的一個體驗，我覺得蠻愉快的。這敢若比如講較新鮮，特別無同款的所在，因為普攏是叫你去看一個吼，看一個光景來佚佗，這敢若講特別較無同款。此今年正月到9月，經由4萬人來一片做小口劇，為動力加風帶來幾千萬元的收入。不過協會表示，口的人涉出一條經費高額，實際出唔到。仲講規則嘅動力加風嘅維護係長期嘅支出。這賺的錢哪夠維修啊？不夠，你看你有沒有看到旁邊有一些很破的？那個我們沒有錢可以維修，我們現在只能做角落經營了，就是說我們有這一些錢。現在今天有1000塊，我們就做1000塊的那個就是預算。經過10年嘅修正，動力加風係咪完全展現其本來嘅樣嘅？呢度橫鑊、內轉鑊，靠到經費當然已賺好來。社工部門也希望推其列作高節來補出來修正。不過負責經營嘅林燕玲則講，公部門嘅行政效率本也掉唔敢相信，今日自家來做。只要一個磚塊掉了，我要等他來審查，我才可以把磚塊補上去啦。不然他就不能補助了。可以補上去的時候，我出得到啊，我哪肯，所以不行啦。當然，紅人人的生活空間變做電視劇拍攝，人客來了體驗的素材。就算無顧及保護的學術經濟，不過意識等經驗的累積。動力加風天天的形成，屬於彩鐵的天使夢，
也印证按药创造为新的古迹保存的模式。